听讲这今仔日啊，这个古厝内底啊，拄啊你去办这试酒的活动，哦，啊一定有这个游客的哦，所以咱等下来拜托，拜托迄囡仔吼，会使配合咱龙影。这个较活泼，看起来较袂对啊，啊个穿甲足水啊，你。对。好，我甲访问一下。几岁啊？几岁？哦，是问囡仔哦。我这条路过来问几岁？好啦，不是小岁，妈妈啦。嘿啦，我的弟弟已经赢卖过啊。也卖过啊。伊头拄伊甲我讲，伊爸爸甲我讲，伊的偶像是我，所以伊希望因囝下届嘛在做主持人，主持节目对不？爸爸妈妈，你感觉我安尼你有满意哦？啊？人拢有提呢，那袂使。哦，我知伊讲袂使是迄个偶像。哦，伊不要伊囝做主持人，卖对我，不是，伊要对吴宗宪安尼对吧？恭喜大吉大利，每礼拜六暗时